刚才没你吃嘛噻。这走啊，小朋友走走，走啊，我手上，来高坡了啊，高坡嘛，一个坡了啊，小坡啊，小坡，你说打这个啊，小心大了耶，只要大有啊，大有，我得说这么老大有，我们炒炒什么？什么叫多大吗？这个只要多大？多大是多大嘛呢？那个羊嘛呢？哪有大是？那个条你正常很大啊。这条正常啊，这个我上面我没夹起，我没夹，我上面洗个啥？